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奇聞百態，我係你哋最鬼馬、最鍾意同大家分享全港奇人奇事嘅主播阿峰，呢度專門同大家搜羅最貼地、最震撼、最令人意想不到嘅社會熱話。如果你諗住喺平淡嘅生活入面揾到啲刺激同埋共鳴感，你今次真係咁啱入嚟啦！快啲拎定張凳仔，聽阿峰同你吹下水。頭先喺網上面揾到單新聞，心入面嗰句搞錯啊，真係差啲衝口而出。呢件事喺各大公屋討論區簡直係炸開咗個鑊。事源係有網民喺社交平台上面出貼文分享，話月有一日，佢屋企突然傳嚟一陣好急促嘅敲門聲。打開門一睇，原來唔係送外賣，亦都唔係送快遞，而係房屋署嘅調查人員大駕光臨。如果你以為呢班房署職員好似以前咁，只係企喺大門口對一對身份證，簽個名問兩句你係咪喺度住啊，就收工走人，咁你就真係太天真啦。呢位網民話呢班房署神兵一入屋，完全冇同你客氣，好似特種部隊突襲咁，直接行入廚房同廁所。更誇張嘅係佢哋手上面拎住張紙同埋筆，開始對住個廚房同廁所全屋畫圖。冇錯，係現場寫生，即時畫平面圖啊！大佬，佢哋仔細到連邊個位多咗條柱，邊個位多咗個舉，都一一畫低，好似驚死錯過任何一個角落咁。呢個貼文一出，即刻引嚟無數公屋街坊嘅恐慌。好多網民紛紛留言提醒，話呢陣子房署打擊濫用公屋同埋違規改建嘅決心真係唔係講玩。有熟悉規例嘅網民仲好嚴肅咁警告大家，如果房署人員上門做家家戶戶嘅突擊檢查，你千萬唔好諗住扮冇人，在家或者硬起頭皮拒絕開門，因為拒絕配合房署調查嘅後果真係極之嚴重。分分鐘會被房署直接終止租約，將間公屋收回。面對全港公屋居民嘅議論紛紛同埋集體焦慮，房署依次真係反應神速，好快就出嚟作出咗正式嘅回應。房署發言人明確指出，佢哋為咗確保公屋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且要嚴厲打擊任何形式嘅濫用公屋或者非法違規改建。調查人員係絕對有權根據房屋條例進行定期或者突擊嘅居住情況申報家訪。房署強調依眾喺現場核對結構甚至畫圖記錄嘅做法係完全合乎程序嘅，目的係要睇下單位有冇被非法改建，有冇暗中做咗房，或者係咪根本冇人喺度住。房署仲再次重申，如果租戶無正當理由而多次拒絕讓房署人員入屋視察，房署真係可以依法取行動，直接收回單位。呢個回應一出，真係令到全港幾十萬公屋住戶人人自危，成件事變得極之 juicy。好啦，聽完呢單新聞嘅詳細報道，阿峰依家就同大家深度分析一下，到底房署頭先呢一招突擊直入廚廁全屋畫圖嘅新招數背後究竟隱藏住啲咩玄機？點解以前不嬲都係行行企企嘅房署，依家會變到好似福爾摩斯上身咁呢？首先，我哋要明白一個核心問題，點解房署依次要將個重點擺喺廚房同埋廁所，而且仲要現場畫圖呢？阿峰同大家講，呢個絕對係經過高人指點嘅精密策略。喺香港嘅公屋設計入面，廚房同廁所係最核心，亦都係最容易被租戶私自進行改建嘅重災區。好多人一拎到間公屋，可能嫌個廚房太細，或者嫌個廚房牆壁礙眼，於是為咗追求好似中產豪宅咁嘅生活品味，私自走去將幅廚房牆拆咗佢，改成所謂嘅開放式廚房。又或者有啲人嫌個廁所個浴缸唔好用，自己走去拆咗佢改成企缸，甚至連條去水喉都改埋。大家要知，公屋嘅結構牆同埋水管設計全部都係經過房屋處嚴格計算嘅。你私自拆牆改喉，一來會影響到成棟樓嘅結構安全，二來如果漏水或者引起火警，分分鐘係要成棟樓嘅街坊幫你埋單。以前房署上門可能只係企喺客廳睇兩眼，好多聰明嘅租戶就會用個大衣櫃或者一幅精美嘅布簾，將違規改建嘅地方遮住。
但依家唔同啦，房署職員直入廚廁攞張原裝藍圖出嚟，當場同你玩大家來找渣。佢哋一邊睇一邊畫圖，你多咗一塊板，少咗一幅牆。喺佢哋幅圖上面一對比，真係無所遁形。依照現場寫生，簡直係一巴掌打醒嗰啲諗住投機取巧嘅人。第二點，我哋講下點解要玩突擊檢查，而非預約家訪。以前房署上門會提早幾日發信通知你，話我哋會喺某月某日上門拜訪。結果呢，嗰幾日成個公屋走廊熱鬧過年。原本將間公屋租咗俾人做 Airbnb 嘅，或者暗中將間屋租俾親戚住嘅，甚至係擺滿走私貨物當倉庫嘅人，一收到信即刻好似搬家公司咁，連夜將啲違規嘅人同埋雜物移走。等到房署職員上門嗰一日，成間屋乾淨到好似示範單位咁，全屋人排排坐喺度睇電視，一副奉公守法嘅樣。房署職員一走，大家又打回原形。所以依家房署終於學聰明啦，佢哋明白到要揾到最真實嘅居住情況，就一定要玩無預警突擊，就好似警察查牌咁，趁你最毫無防備嘅時候上門。如果你間屋真係冇人住，或者你偷偷地租咗俾其他人，你根本就嚟唔及反應。呢種突擊方法雖然小面，會令到一些正常嘅市民覺得被冒犯，或者覺得冇晒私隱，但係從整體社會利益嚟看，呢個真係唯一可以逼出真相嘅有效手段。第三點，網民警告拒絕開門，後果嚴重。呢個現象反映咗香港人對於失去公屋嘅巨大恐懼。喺香港呢個寸金尺土、私人樓價同埋租金都貴到離晒譜嘅地方，一間公屋對於基層甚至係中產嚟講，簡直就係等同於一張人生大獎券。每個月用2-3千蚊嘅租金就可以有一個安居樂業嘅地方。慳返嚟嘅錢可以用嚟旅行、買車，甚至供個仔女讀書。所以公屋嘅價值喺好多人眼入面真係高過好多私人樓。當房署表明你唔開門我就終止租約嗰陣，呢個威脅對於公屋居民嚟講威力大過衛星撞地球。網民嘅善意提醒表面上係驚大家犯法，實際底子裏係反映緊一個殘酷嘅社會現實。一旦你失去咗公屋，你喺香港根本就承受唔起私人市場嘅高昂租金，最後可能要全家人搬去住房。所以大家寧願犧牲少少私隱，俾房署職員入嚟畫圖，都絕對唔敢同個租約開玩笑。最後，我哋要探討一下房署一系列高調行動嘅背後動機。近年香港社會對於公屋資源被濫用嘅怨氣真係非常之大。好多排隊等公屋嘅基層市民，一等就係6年、7年，甚至8年，等到頭髮都白埋都未獲配屋。但係與此同時，大家不時就會喺新聞度睇到有公屋居民居然喺大陸有豪宅、有私家車，甚至有人將公屋空置幾年，淨係用嚟放假返嚟度假用。更有人大膽到將公屋放上網做短期出租。呢種極度不公平嘅現象，令到社會累積咗好大嘅民憤。房署依次出重拳搞突擊直入廚廁畫圖，其實都係要向全香港市民交差，表明政府係真係有做嘢，係有決心去清理呢班偽裝成基層嘅富豪。政府要收回呢啲被濫用嘅單位，重新編配俾真正有需要嘅家庭。呢個政策嘅出發點無疑係啱嘅。只不過落實到具體執行嗰陣，手法變到好似捉賊咁，令到整件事多咗一份荒謬嘅幽默感。總結呢單新聞，阿峰覺得核心嘅真相就係喺公屋嘅世界入面，最貴嘅裝修唔係金箔全屋，而係你原封不動嘅原裝圖則。政府依次出動廚廁畫家突擊檢查，雖然手法聽落有少少搞笑，但其實係向所有人發出咗一個非常明確嘅信號：公屋係公家資源，唔係你買斷嘅私人皇宮。你想享受廉價嘅公共房屋福利，就必須要遵守遊戲規則。你既然選擇咗食得鹹魚，就要抵得渴。你想喺入面住得安心，最安全嘅方法唔係諗住點樣設計個隱形暗門去呃房署，而係老老實實坦誠面對規例，唔好私自改建，更加唔好濫用。講到依度，阿峰突然之間諗
起一個好抵死嘅幽默笑話，正好用嚟影射一下呢種公屋變皇宮同埋防鼠突擊畫圖嘅荒謬現象。話說有一日，一個住喺公屋嘅阿伯，平日最中意低調，但係私底下其實發咗大達。佢用咗幾十萬港紙，偷偷地將自己間公屋單位進行咗終極大改造。佢將廚房拆咗做開放式酒吧，個廁所仲厲害，直頭改成咗一個金碧輝煌嘅日式溫泉大浴缸。成間屋嘅奢華程度直逼5星級酒店。點知有一日門口突然傳嚟咚咚咚嘅急速敲門聲，阿伯打開門一睇，話3個防鼠職員面色沉重咁企喺度，大頭嗰個手上面拎住張畫板同埋一支原子筆，二話不說直接要過阿伯雄狗狗咁衝入個廁所度。阿伯心諗死啦死啦，依次真係大鑊飯，我個溫泉浴缸實曝光啦。個防鼠職員入到廁所，一睇到個金光閃閃裝滿溫泉水，旁邊仲有假山，流水潺潺嘅大浴缸，成個人呆咗喺度。阿伯緊張到吞晒口水，手心出汗，正準備開口求情，解釋話自己只係風濕關節痛，需要浸浴。點知嗰個防鼠職員望住個豪華溫泉，神情極之嚴肅，緩緩咁提起手上面嘅原子筆，喺張畫紙度一邊沙沙沙咁畫圖，一邊好認真好專業咁自言自語。原裝藍圖明明寫住依度係一個標準浴缸，依家租戶居然喺個廁所入面私自搭建咗一個蓄水防洪功能性微型水庫。依個結構好複雜，我一定要好好咁畫低佢，回報俾上級睇下有冇違反水務條例。旁邊個實習職員聽完一頭霧水，細細聲問個師兄：師兄，依個明明係私人溫泉浴缸，你做咩寫到咁學術性，又水庫又防洪咁啊？個資深職員好無奈咁望一望個實習生，嘆咗口氣，細細聲講：傻仔，你新嚟唔識規矩咩？如果我喺報告度寫溫泉浴缸，上級一定會問，點解我哋防鼠嘅基本配套會差過租戶依個溫泉？到時上級命令我哋成個部門都要喺辦公室起個一模一樣嘅溫泉放鬆下。你叫我喺邊度畫幅辦公室溫泉圖，則俾行政部埋單啊！阿伯喺旁邊聽完一抹冷汗，原來最想喺公屋浸溫泉嘅真係防鼠自己人。呢個笑話雖然係編出嚟嘅，但係咪真係好諷刺呢？其實好多時候社會上有好多規例同埋檢查，表面上看似嚴格無比，但係當面對一啲過分荒謬或者過分奢華嘅現實嗰陣，大家往往都係喺度各取所需，互相心照不宣。不過話雖如此，阿峰還是要提醒各位公屋嘅街坊，笑話就歸笑話，現實中防鼠依次真係動真格㗎。大家記得隨時保持警惕，唔好亂咁改建。如果唔係到時被收返間屋，就真係喊都冇眼淚落啊！如果大家都覺得今次呢個話題夠爆嘅話，記得幫主播阿峰俾個 like 同埋留言討論一下，仲有要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仲未訂閱頻道嘅朋友記得撳埋訂閱同打開小鈴鐺，咁你先唔會錯過最新嘅奇聞百態趣事好啦。我哋下期影片再見，拜拜。